boss， 果然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。但凡没有预言那一下，都没有这么好笑。这不很简单吗？我感觉啊，我先想一下，我在这儿预演一下，我没开始啊，我预演一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后面轮到魏大勋，张元齐竟然还敢叫，这头怎么过呀？可以，你就这样。好了，开始。好。这就不得不说的跟俩中女藏的经典名场面了。魏大勋宁愿相信定位不准，也不愿人怀疑自己脚下。张元齐就在我附近，但是他杨迪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张元齐在哪儿，他还在挑衅我，他还在喊我。你们好不容易抓我了，结束的时候来我这儿给你惊喜，还挑衅。谁刚才从我身上踩过去了？我都快踩着张元齐的定位呢。张元齐的定位是哪儿呢？